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民生物资亲像米、鸡卵这些拢是透过配给的。即马为着要解决欠物资的问题，古巴政府已经有放令讲外资买当进入批发市场甲零售市场。伫厝内当地私人的干妈店是愈开愈侪间，也毋过卖面的买物件价销嘛加较贵。 这间本来是私人徛价的车库，即马改做杂货仔店。头前这条路人真多，生意也算袂歹，因为物资真欠。古巴政府宣布，即马准外资过来做批发甲零售无hiệu。目前，古巴已经批准9000间企业，包括做衫工厂、渔业甲建设公司，验过这种杂货仔店上册。虽然杂货仔店看起来真简单。 验过内面的物件无咧俗，像一个月收入差不多7000古巴比索，大概是代表9268块的医生或者是老师，也会感觉杂货店的价销真贵。像1公斤对一个来牛奶粉要2000古巴比索，差不多代表2649。一罐西班牙的美乃滋127块代表2公斤半，自美国进口的鸡巴254块代表。 其他亲像巧克力酱159块，西班牙有气的酒是190块代票。Las MIPYME son muy caras, excesivamente caras para el cubano promedio, no alcanza. Pero nos ha ayudado a resolver algunas cosas, a encontrar algunos productos que no están en ninguna otra parte. Desgraciadamente hay que caer ahí por el arroz, por el azúcar, por muchos por. 专家讲，古巴的零售市场有限。 几60年来，共产主义国家用公平分配方式切断大部分的零售加出口商的商品，所以私人的零售业上大的挑战是安怎在政府有条件的开放下创造经济。Cub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The fundamental ideology of the country has not changed. That's still there, but I think Cuba finds itself in a very tough economic moment, and I think that has opened a door for opening up a little bit of the space. 专家讲，古巴一边配给予每一个家庭维持10个天的基本需求，包括米、糖、鸡卵，也有其他食的物件，转用其他方式来买。开放杂货仔店买卖，虽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真大的突破，不过这项政策的内容也是有真侪控制性，所以认为就算是开放杂货仔店，政府依然无理解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